加油喺社会上会受到排斥，唔单止会面对唔友善嘅眼光，还不时会被人拒绝哦。不过假使我哋唔持论去了解伊呢，也情形唔会改善啊。长期关心加油嘅动态跑步协会路登上去捞去调查了解加油嘅状况，每推呢听争取强烈，还会听前务前头路。2015年，协会成立了一个跑步公章，本加油一个友善嘅工作环境，伊能推任无爱嘅家己，含个非输入，做生活用品，含个手工番茄，赚到嘅钱有个回馈本加油，伊能每有加油来整理一个营养班，透过伊能自家嘅镜头来呈现生活嘅困境，含个伊能嘅心声。向下来看伊能嘅故事。啊，你今天不用去那个？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哈，现在还是去举牌嘛？对。举牌了哈。发海报而已。发海报，要保重。动态跑步协会执行委员郭建清同亚流加油满少满人满啊研究项目，骑牌嘅发海报做风吹日则顺点钟嘅条路，喺呢度加油有地位前和动推嘅嘢方法。就我们的调查里面，至少有90%的游民朋友，他们之前都是有工作，就例如说，他们可能以前是在工厂当作业员，或者是说，甚至有的是当老板。但是因为面临到说，就是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就是面临到经济的不景气，还有就是说工厂外移，然后他长期失业的状况底下，然后最后在很不得已的情况底下，然后露宿到街头来。面对人气嘅茶站附近呢，佢哋都也了加油，坐到各条巷，一张自上嘅报纸、皮骨、鞋也掉私人嘅东西，贴到斜标题别个下，一条都系加油嘅成家财产，三接送本日准做垃圾用嘅。其实里面装的大概是换洗衣物啦，就是需要睡觉的东西啦，在一些就是譬如说卫生纸啦，这些东西而已啦。228那边，常常我们要眼睁睁的看着警察把我们的家当带走，还不是说我们没有在现场的时候他把我们拖走，都要眼睁睁的看着警察把我们把那些家当带走，甚至跟我们讲说公园不是给你们这些游民利用的，是给那一些悠闲散步的人在利用的，怎么样，就把我们压得很低。食因来去流浪，也是感受到社会唔友善。头摆佢喺呢家教先生，讲紧好家下日结15个月，不过下后数个学生嘅见来见少，日来过多，见来见见少。就是陈水扁他上任以后，在高喊说免试升学怎么样，那时候我都感受到压力了。我是民国98年才跑出来，因为我本来都还有一些积蓄，又跟他撑了10年，没有办法付房租的时候才出来。流浪嘅这段时间也是接受本警察的局照，当日水幕嘅比数都无高天，连为出去接临时嘅车都冇办法安心。其实每个地方都有睡过，东西南北门都有睡过。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能够睡觉，让我们睡觉遮风挡雨的地方，能够让我们填饱肚子，这样我们就满足了。有时候人家介绍我们去当，去做那个临时工，但如果家当不会丢掉的话，我们也很乐意去。可是我们还是会考虑到，家当会不会遗失了？出题讲成家财产本日落获题，也是有时还会本路民嘅欺负无照料弄。下后如果动态跑步协会同其他申请补助金，其咩前度嚟获嘅。像我过去有曾经带的朋友，然后呢，他会带着行李、家当等等的一起去找房子。可是当房东看到说他带了一大堆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在外观的辨识上会认为说他可能是个穷人，或者是说他可能是一个居无定所者，然后连我们要去看房子的机会都没有，他就直接的拒绝说让我们，就说我们是要租给学生的，或者是我们已经租满了，然后就把我们打发走。
木头它有自然的木纹，然后我们的作品有时候我们要考量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用旧框做改造，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那所以那像在这个地方呢，我会倾向说，想要让它的木纹再多清楚一点。协会地同街友天数嘅过程未遇到遇到困难，故从2015年成立漂泊公站，提供本亚條無奈活動局嘅人同中國人成業嘅人工作嘅機會。公站嘅前輩同地嘅搞將引起嘅亞徵，用橋嘅重嘅牆嚟做分牌同上牆亞條東西，亞條未留必須專類嘅油拿嚟做手工擦鼓。就是学到了黑板怎么制作，怎么 P 图，然后怎么上漆，然后框要怎么做，然后才能跟就是黑板一起结合在一起。就是会比较感谢就是公站班这个嘛，因为以前就是可能就是很难，就是物资啊或金钱方面就可能就是比较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没有什么人来帮助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公站它是一个比较是希望是讲究适才适所的地方。那我们其实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觉得说，我刚刚提到了每一个人他可能可以有发挥自己所长的地方，然后同时他完成了，那这个过程里面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自信的培养。那其实我觉得他们也去创造了一个让旧东西再变成有价值的东西的一个过程。同台漂泊協會和成立嘅陰陽版，訓練幾條拿起翕相機來翕生活嘅情緒，用影像來表達幾條嘅想法。當然，他們遊民朋友他們也是慢慢的從學習拿相機開始，然後去拍照。那拍出來的作品，漸漸的也會去反映到一些他們生活裡面會面對到一些結構面向的問題跟難題。那在他們攝影作品呈現出來之後，我們也跟他們討論評估之後，就是去透過攝影展的方式，然後希望讓社會大眾比較去了解到他們的作品裡面，呈現的他們生活上遇到的困難跟真實的處境是什麼樣子，然後讓社會大眾可以更了解他們的狀況。一種嘅相片表現出按到嘅有真真實實嘅處境，看得出社會上一種有聲音嘅問題。同其他條位嘅成家財產乒乒球踢，講唔到並唔係問題就解決嘅。按到嘅有，我亦係有一啲素材可安心過生，也未係做一啲人個愛嘅基本權利。